Hello，又係我無名小卒啊！今日嘅主題係 UFO、政府檔案同埋聖經解經。近日最 hit 嘅話題都離唔開 UFO 呢個主題。既然大家都咁想聽關於 UFO，我就略略講解一下我嘅睇法咯。今日嘅主題圍繞住 UFO、外星人同埋天使惡魔。2026年嘅5月，美國政府分批公開大量嘅 UFO 不明飛行物同埋 UAP 不明空中現象相關嘅檔案。消息一出，好多人第一嘅反應就係真相終於要曝光。呢啲資料橫跨接近80年，由1940年代一直到今日，當中包括有民間目擊、軍方雷達記錄、FBI 調查，甚至仲有 NASA 嘅觀察數據。表面上睇好似拼圖終於開始成型，但係當你細心睇落去嗰陣，你就會發現有幾個矛盾嘅情況。啲記錄多到數唔清，畫面越嚟越清晰，但係證據始終都缺席，官方講法始終一致。到目前為止，冇任何鐵證明外星生物存在。咁問題唔單止係有冇外星人咁簡單，而係點解一樣嘢可以被討論咗幾十年，證據依然停留喺仲差一步。好多人仲停留緊喺度問，政府係咪特登收埋外星人存在嘅證據呢？佢哋係咪特登有心收埋外星人嘅技術呢？定係我哋根本睇錯方向？定係有人刻意將我哋嘅注意力引去第二個方向呢？再諗深一層，如果呢啲現象根本唔需要外星嚟去解釋，咁我哋一直以嚟接受嘅講法又代表緊乜嘢呢？而更加值得我哋留意嘅係，當社會開始用外星人甚至天使同惡魔去解釋呢啲現象嗰陣，我哋究竟係接近真相啊？但係其實我哋越行越遠呢。今次我會同大家拆解3個主要嘅問題。第一，點解 UFO 唔等同外星人？第二，政府真正有可能去隱藏嘅係乜嘢呢？第三，點解將 UFO 或者外星人等同天使同惡魔？其實係對聖經嘅一種現代化曲解。希望透過呢幾個角度幫大家用一個更加理性同清晰嘅框架去理解呢個長期以來充滿爭議同想像力嘅議題。UFO 檔案嘅核心內容，呢一批文件展示咗啲咩呢？當我哋真正打開呢一批所謂嘅解密檔案，就會發現幾件關鍵嘅事。佢哋最吸引人嘅地方，其實唔係證明咗啲乜，而係一直都冇證明到啲乜。就呢批 UFO 檔案嚟睇，比較值得留意嘅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係嚟自太空任務嘅異常影像，當中最受關注嘅係一張阿波羅17號任務期間拍到嘅照片，畫面入面出現咗3個神秘光點。而根據當時嘅通訊記錄，太空人曾經提到有非常明亮嘅粒子或者碎片喺飛船附近飄過。但問題係呢啲光點究竟係未知物體，定係太空環境入邊常見嘅微粒反光呢？文件本身並冇提供一個正確嘅答案。當然呢一切嘅討論都係建立喺一個前提上面，就係假設 NASA 喺太空任務入邊冇造假。第二類係一啲行為異常嘅飛行物體影像，例如一段喺2013年嘅影片，顯示咗一個好似星形嘅物體以唔規則嘅方式移動，唔似一般嘅飛機，亦唔符合我哋熟悉嘅飛行軌跡。仲有2020年一段紅外線影像，影到一個白色物體喺水面上面快速移動，冇清晰嘅來源，亦冇明確解釋。呢啲畫面的確令人好難即時用傳統理解去解釋，但同時佢哋亦冇提供足夠資訊去支持任何一個具體嘅結論。第三類係歷史記錄本身，由1940年代開始，大量所謂飛碟目擊報告，連同軍方同 FBI 嘅調查文件，一直累積到今日。換句話講，呢批檔案最特別嘅地方，並唔係出現咗一段決定性嘅證據，而係佢展示咗一條長達幾十年，從未真正被解開，但又從未中斷過嘅記錄鏈。而呢一點其實比任何一段影片更加值得去思考。雖然幾十年嚟冇一個鐵證證明外星人，都唔代表外星人唔存在。但係如果唔係外星人嘅話，點解呢類型嘅現象會跨幾十年嚟不斷去重複呢？到底我哋見到嘅係未知生命啊，定係一啲一直存在但係我哋從來未被完整告知嘅技術現象呢？當你開始用呢個角度嚟再睇翻所有檔案，重點可能已經唔再係佢哋係乜嘢，而係點解呢啲影像永遠都只係啱啱好睇唔清楚。目前對呢批檔案嘅普遍睇法其實都相當一致，佢哋未足以證明外星生物或者外星科技真係存在。換句話講，呢啲文件更似係一批值得研究、值得再睇清楚啲嘅歷史記錄或者目擊資料，而
而唔係一個已經可以直接落結論證實呢啲就係外星人嘅答案。要記住 UFO 本身係指不明飛行物體，即係話暫時未知道佢係乜嘢嚟嘅，由邊度嚟，屬於咩性質，不明只係代表未知，並唔等於已經證實係外星飛船。所以如果一見到 UFO 就直接將佢同外星人畫成等號，呢個其實係一種過早定論。更加準確嘅講法應該係，我哋依家見到嘅係一批未完全解釋到嘅現象，但係至今為止仲未有足夠證據證明佢哋一定係嚟自外星。呢個未知嘅因素可能係包括未知氣候現象、其他或者本國嘅保密軍事科技、儀器誤判、光學效應，或者係缺乏完整數據。其實好多人都有一個好常見嘅諗法，就係政府一直喺度隱瞞外星生物嘅存在。但係如果你認真諗深一層，假如政府真係想隱瞞一樣嘢，佢大安旨意可以全面封鎖消息，好似喺 Covid 嗰陣，當時有咩醫到 Covid 嘅藥，有咩反對之針嘅信息，當時 YouTube 同 Facebook 都全面禁聲，媒體同學術界都會受到高度監控，幾乎冇可能自由討論。所有放出呢啲消息嘅人都會被打造陰謀論。但係事實又係點呢？反而我哋見到嘅係政府喺冇人要求之下分階段公開文件，媒體都有高度關注，甚至某程度上被引導去報導呢類嘅議題，仲時不時出現聽證會同調查，令公眾更加去關注呢件事。呢種情況更加似係一種資訊管理同埋風險控制，完全唔似一個係徹底壓制真相嘅行動。換句話講，問題未必係有冇隱瞞，而係點樣去控制資訊被公開嘅方式同節奏。其實荷里活同美國政府甚至國防部門長期都有合作，由劇本審閱、場景協調到提供軍事資源支援，都可以見到娛樂產業同官方信息之間其實並唔係完全分開嘅。如果政府想慢慢管理公眾對某啲敏感議題嘅理解，影視作品就會係一種好有效嘅工具，因為佢成本相對低，但影響力好大，而且可以透過電影同劇集長時間潛移默化咁改變大眾嘅認知。而喺外星生命呢個議題上面，荷里活其實早就建立咗好多相關嘅題材，由外星人侵入到接觸到政府隱瞞真相，呢啲故事一路都喺度影響緊大家對 UFO 同外星生命嘅想像。所以如果政府真係想推動某一種嘅認知框架，影視作品就可以先行幫手去建立一種心理準備，令大家覺得外星生物呢件事唔係完全唔能夠想像。咁樣一嚟，等到官方日後釋放更多資訊嗰陣，社會就會更加容易去接納。因此，與其話荷里活只係一個娛樂工業，不如話佢同時都可以扮演緊文化傳播、議題鋪墊同埋輿論調節嘅角色。咁點解美國政府要荷里活係咁推外星人嘅議題呢？佢哋有咩動機呢？我哋要知道任何一個人嘅真正動機其實唔係一個容易嘅事。不過我哋可以喺其中幾個方向去睇。其實政府要增加自己嘅權力，令到人民去聽話，用嚟用去都係得嗰幾招嘅啫，就係增加人民嘅恐懼。佢哋會喺人與人之間製造敵人，令到你哋會怕某一種人或者某一個國家，或者將個箭頭指向啲你睇唔到嘅嘢。例如病毒或者外星人，之後佢就合條合理去增加政府花費，嚟製造防備呢啲敵人嘅武器。只要將個箭頭係對外而唔係對內，最緊要唔係對向政府自己，大家都要為咗對抗外敵而自我犧牲。呢個一直以嚟都係管治順民嘅最好方法，啲人都會乖乖咁聽話，甚至會自我審核，叫周圍嘅人記得戴口罩。其實比起政府隱瞞外星人呢個說法，有一個更加合理嘅推論就係，佢哋真正想隱藏嘅好可能係有啲未公開嘅先進科技。你試下諗下，好似一啲超前嘅航空技術、更加精密嘅新型雷達同感應系統，甚至目前仲係喺處於研究階段嘅反重力技術。呢啲嘢如果真係存在，一旦公開會影響好大㗎。點解要唔俾人知？因為呢啲唔止係科技進步咁簡單，佢會直接改變整個世界嘅運作方式。首先，國與國之間一定會引發更加激烈嘅軍備競賽，邊個首先掌握呢啲技術，邊個就有壓倒性嘅優勢。唔單止咁，社會層面亦都可能出現恐慌。當大家突然發現原來技術已經到呢個地步啦，好多既有嘅認知會被打破。呢啲技術好可能會衝擊現有嘅能源、交通甚至軍事體系，
好多產業好可能喺一夜之間被顛覆。幻想一下，如果我哋有飛行儀器可以借用到天空上面嘅能源，即係製造平時行雷閃電嗰啲嘅能源，好多人都可以自由飛行，政府根本上就冇可能再控制到。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比起隱藏外星人、隱藏先進科技，其實更符合邏輯，更加貼近現實。大家可以首先睇下呢組2024年每一個國家嘅 UFO 目擊數據，全世界大約有110萬宗，而美國就大約佔咗28萬宗，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只有巴西、加拿大、英國、俄羅斯等等，數量逐級下降。重點唔係多，而係分佈。如果呢啲現象真係外星文化活動，我哋會預期佢嘅分佈應該係比較隨機，甚至係更加平均，基於人口。因為外星科技理論上唔會特別偏好邊個國家，但係現實係剛剛好相反。目擊數據明顯集中喺幾個特定地區，主要喺北美洲同南美洲，特別係美國同埋一啲軍事上、科技上比較能力強嘅，或者係空域活動非常頻繁嘅國家。例如美國唔單止係數量最多，同時亦都係全世界嘅軍事測試、航空研發最密集嘅地方之一。大量未公開嘅飛行儀器測試本身就會增加被誤認為係 UFO 嘅可能性。再睇下加拿大、英國、法國、澳洲都係呢啲高度發達、雷達同監察系統成熟嘅國家。換句話講，佢哋睇得到嘅嘢本來就比其他地方多。另一邊好似巴西、秘魯、智利呢啲國家，雖然科技程度唔同，但係有廣闊空域、山區或者森林地形，亦都經常成為飛行測試或者異常現象被觀察嘅區域。所以呢啲數據其實呈現咗一個好關鍵嘅特徵，佢更加似係人類活動分佈，而唔係外星活動分佈。如果我哋將呢啲目擊事件理解為未公開嘅飛行技術，例如新型嘅無人機、超音速嘅飛行儀器，甚至某啲仍然喺測試階段嘅推進技術，咁呢啲集中喺特定國家嘅現象就變得合理得多啦。再加上呢啲技術一旦曝光，好可能涉及軍事優勢、國家安全，甚至改變現有能源同交通體系，所以政府係有強烈嘅動機去保密。所以用呢啲數據嚟睇，比起外星人頻繁造訪某幾個國家，更加合理嘅解釋係我哋睇到嘅，好可能係人類尚未公開嘅先進科技。17位太空科學家死亡同失蹤案件，假如呢啲事件只係單一個案，我哋可以確實當作佢係巧合。但個問題係，當越嚟越多從事太空探測、離子體物理、先進推進系統，甚至係反重力等等嘅尖端科研嘅科學家，接二連三咁以非正常嘅方式死亡、被槍殺甚至失蹤，我哋係咪仲可以單憑巧合呢兩個字去解釋呢？首先，呢啲科學家研究嘅唔係普通嘅課題，而係可能徹底改變人類嘅能源、交通，甚至顛覆軍事平衡嘅最前沿技術。正因為涉及高度敏感嘅國家安全層面，一旦真係出現咗重大突破，佢背後嘅價值同影響力將會遠遠超越公開世界所能嘅想象。再睇翻啲案情細節，有啲死因就至今未公開，有啲喺自家門口被行刑式槍擊，亦有啲係離奇失蹤。呢啲極端情況好明顯唔係普通科研人員常見嘅結局。以創辦異域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xotic Science 嘅等離子體物理學家 Amy Eskridge 為例，佢喺2022年離世前留低影片同信息，曾經驚恐咁聲稱自己多次喺反重力研究上面得到進展，但係遭到封殺同警告，甚至提到自己面臨致命嘅威脅，絕對唔會自殺。然而最終官方同家屬都指佢死於精神壓力同健康問題，定性為自殺。呢種生前警告同最終結論嘅強烈反差，正正係引發咗公眾嘅無限猜測嘅關鍵。當具有類似敏感背景嘅人接二連三出事，自然會引發外界猜測，我哋所見嘅公開科技會唔會只係冰山一角啊？而真正嘅突破一早就俾某啲體制內嘅機構封鎖，而呢班科研人員正正就企喺呢條危險嘅界線之上。不過喺探討呢類具有爭議性嘅話題嗰陣，我哋亦必須保持理性。客觀嚟講，現時公開嘅資料入邊並冇直接證據證明呢啲不幸事件之間存有系統性嘅實質關聯。科學界嘅基數龐大，喺未有增憑實據之前，如果單憑時間接近同研究領域相似，就斷言背後一定有隱藏科技或暗殺行動，流於陰謀論嘅風險亦都好高。
所以最合理嘅態度就係將呢啲事件視為一個引子，去討論兩個核心嘅問題。第一個係尖端科研、利益集團同國家安全之間嘅微妙關係。第二個係官方資訊嘅唔透明，點樣會引發公共嘅信任危機。總結嚟講，當資訊被隱藏，事件被淡化，我哋睇到嘅往往只係零碎嘅表面，將啲碎片拼埋一齊，雖然未足以得出最後結論，但係提出疑問本身就係非常有價值。究竟呢一切純粹係巧合啊，定係真係有人唔想某啲科技被公開呢？近日有唔少人提出一啲幾吸引眼球嘅講法，例如話 UFO 其實係天使喺現代嘅版本，或者係外星人其實就係聖經入邊所講嘅惡魔，或者係屬靈生物。佢哋仲會引用聖經入邊嘅異象、超自然描述作為支持呢啲講法嘅證據。但個問題係呢啲解讀方法其實係將現代人對 UFO 嘅想像套入去聖經，而唔係按照聖經本身嘅語言、歷史背景同神學脈絡去理解。簡單嚟講，呢種做法係叫做用現代框架解讀古代文本，而呢個正正違反咗基本嘅解經原則。真正健康負責任嘅解經方法應該係點呢？第一，要尊重聖經成書嗰陣嘅語言同文化背景，聖經作者用嘅係佢哋當時嘅世界觀，同現代人完全唔同。第二，應該係用聖經去幫助我哋理解現代現象，而唔係倒翻轉嚟去理解，用現代嘅概念去重新定義聖經。舉個簡單嘅例子，如果古代人描述天上見到奇異景象，佢哋會用當時能夠理解嘅語言，例如火、輪、光，但係呢啲描述唔等同佢哋見到嘅係現代所講嘅飛碟，所以將 UFO 等同天使，或者將外星人等同惡魔，其實係一種混淆概念，亦係忽略咗聖經原本嘅信息。如果我哋真係想忠於聖經，就應該先問作者當時想表達啲乜呢？佢哋嘅讀者會點樣去理解呢？而唔係問呢段聖經可唔可以支持我今日所講嘅某種論點。解經唔應該將自己想象嘅讀入去，而係讓經文本身去說話。第一段我哋睇嘅經文係以西結書1章1至28節。呢段經文好多人會話係外星飛船或者 UFO， 但係其實呢種理解係一個好大嘅曲解。經文入邊，以西結見到一個好震撼嘅異象，有暴風，有大雲，有閃爍嘅火，佢又聽到好似翅膀震動嘅聲音，仲見到4個活物同埋好特別嘅輪中套輪，最後佢仲見到好似寶座一樣嘅景象同埋神嘅榮耀。個問題係呢啲畫面係咪真係描述緊某種高科技嘅飛行器呢？當然唔係啦。第一，呢段經文本身講緊異象，先知嘅異象唔係科學報告，唔係用嚟精確描述物件嘅外形，而係用象徵圖像嚟去表達屬靈真理。以西結所見到嘅每一樣都帶有象徵意義，而唔係物理結構。第二，呢個異象嘅目的好清楚係向當時被擄嘅以色列人宣告嘅，就算佢哋離開咗耶路撒冷，神仍然坐喺寶座上面，仍然喺度掌權。重點係神嘅榮耀同統治，而唔係某種神秘科技。第三，經文入邊嘅元素，例如4個活物、輪中套輪、寶座，其實同古代近東文化背景以及聖經其他異象好一致㗎。例如以賽亞書第6章、啟示錄第4章都有類似關於寶座同天上敬拜嘅描寫。呢啲係一個神學傳統，而唔係外星科技嘅描述。所以如果我哋將輪中套輪直接理解為飛碟，或者將活物理解為外星人，其實係將現代科幻嘅概念夾硬套落去古代經文入邊，疏忽咗本來嘅文化同神學背景。以西結書第1章唔係講緊外星飛碟，而係一個充滿象徵意義嘅屬靈異象，重點係顯明神嘅榮耀同主權。接住落嚟，我哋睇第2段經文，以賽亞書6章1至4節。呢段經文描述以賽亞見到主坐喺高高嘅寶座上面，衣袍充滿成個聖殿，寶座周圍有撒拉弗侍立，佢哋不停呼喊：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佢嘅榮光充滿全地，聲音震動門檻，殿入邊充滿煙雲。有人會將呢啲描述聯想到外星生物，甚至話撒拉弗可能係某種外星生物。但係呢種講法其實同經文本身嘅意思完全唔一致。第一，經文已經好清楚指出呢個係一個關於神嘅異象，中心唔係不明生物，而係神坐喺寶座上面，顯明佢嘅主權同榮耀。整個畫面嘅焦點都係神嘅聖潔。第二，撒拉弗喺聖經入邊係有明確嘅身份㗎，佢哋係天使嘅一種，有特定嘅角色，係敬拜神、宣告神嘅聖潔。佢哋唔係來源不明、冇背景嘅外星生物，而係屬於一個清楚嘅神學體系。
第三，呢個異象後邊仲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以賽亞見到神嘅聖潔之後，意識到自己嘅不潔，需要被潔淨，然後被差遣去傳講神嘅話。即係話呢段經文嘅重點係神嘅聖潔、人嘅回應以及使命，而唔係講緊咩科技或者宇宙探索。所以如果將撒拉弗解讀為外星人，其實係用緊現代 UFO 文化去讀古代經文，忽略咗經文本身好清楚嘅神學背景同信息。第三段經文嚟自啟示錄第4章，經文入邊使徒約翰見到一個非常震撼嘅畫面。喺神嘅寶座面前，有一個好似水晶咁清澈嘅玻璃海，周圍仲有4個貼滿晒雙眼嘅活物，佢哋個外貌分別好似有獅子、牛犢、人面同飛鷹，而且日夜不停咁敬拜神，大喊聖哉、聖哉、聖哉。有啲現代嘅 UFO 發燒友見到呢個畫面，就會覺得哇，貼滿眼睛，又有唔同嘅動物形態，呢個肯定就係外星生物或者異形啊！但係咁樣去解讀，完全忽略咗聖經嘅寫作背景。啟示錄屬於啟示文學，入邊用咗象徵嘅語言，深深扎根喺我哋啱啱提到嘅以西結書同以賽亞書。呢4個活物並唔係咩無端端出現嘅宇宙未知生物。佢哋喺聖經神學入邊有非常明確嘅身份，就係天界寶座前帶領全世界敬拜神嘅屬靈生物。呢段經文嘅真正重點係要展示神嘅至高主權同埋終末嘅審判，而唔係向人類展示外星生態。如果我哋要夾硬將佢講成外星人，正正就係用緊現代科幻片嘅想象去強行曲解古代聖殿敬拜嘅神學含義。第4段經文我哋睇到但以理書嘅異象，呢個喺但以理書嘅7章同第10章，先知但以理見到一啲好不可思議嘅異象。首先，海入邊有4隻巨大嘅怪獸爬出嚟，有長埋鷹翼嘅獅子，口入邊咬住肋骨嘅熊，有4個頭嘅豹，仲有一隻有大鐵牙同10隻角嘅神秘怪獸。之後場景轉到天上，佢見到一位行古常在者行審判，仲有一位好似人子嘅存在，駕住天雲降臨。去到後邊，佢仲見到一個面貌好似閃電，雙眼好似一把火，手腳好似發光銅器嘅靈體。聽落係咪好似睇緊科幻電影呢？甚至好似有外星人入侵地球嘅畫面咁。所以又有人會將呢啲怪獸解讀為外星異形，或者係基因突變嘅怪獸，甚至話嗰個駕雲降臨嘅人子其實喺度坐緊太空船。但係事實上聖經自己本身已經俾咗一個好清晰嘅答案。喺但以理書第7章後半段，天使親自解釋咗呢4隻大獸其實係代表緊將來喺地上面興起嘅4個重大帝國，亦即係歷史上面嘅巴比倫、馬代波斯、希臘同埋羅馬。聖經係用獸嘅兇猛特徵去象徵住當時世俗政權嘅殘暴同更替，目的係要預言歷史走向。而至於駕雲嘅人子同埋發光嘅靈體，喺古代近東文化入邊，駕雲係唯獨神聖者先擁有嘅特權。呢度係預言緊彌賽亞耶穌基督嘅屬天榮耀，而發光嘅存在就係典型嘅天使顯現。所以將但以理書嘅歷史啟示降格為外星人科幻片呢，完全係本末倒置。呢段經文嘅關鍵核心神學係至高者喺人嘅國度入邊掌權，縱使地上嘅帝國好似怪獸咁恐怖，上帝依然掌管歷史，並唔係喺度講緊外星科技。最後，等我哋為今日嘅內容做個總結。點解現代人咁中意將外星人同 UFO 投射入聖經呢？而唔讀出聖經經文原本嘅意思呢？其實將 UFO 等同天使或者外星人等同惡魔呢類嘅講法，本質上係一種倒果為因嘅反向解經。現代人由細到大都睇得太多科幻電影、UFO 紀錄片，腦海入邊一早充滿咗太空船、異形同高科技嘅想像。當佢哋回頭去睇聖經入邊嘅超自然，或者古代人難以用文字去精準描述嘅屬靈異象嗰陣，就會好自然咁將呢套現代科幻嘅框架強行套入去古代嘅經文入邊。呢個唔係由聖經讀出原意 exegesis， 而係將自己想像讀入去聖經 eisegesis。真正正確嘅解經方法必須係要翻到去歷史現場，我哋需要根據古代嘅語言、歷史背景同埋當時嘅世界觀同神學脈絡去理解先知到底見到啲乜嘢，想表達緊乜嘢。當我哋建立咗正確嘅聖經原則之後，
先至再用呢啲嘅原則去分辨現實世界入邊嘅超自然現象、未確認現象或者各種所謂靈界嘅信息，睇下佢哋符唔符合福音或者神嘅真理。事實上，如果我哋客觀咁睇現今所有公開嘅 UFO 檔案，官方記錄確實表明有大量未被識別嘅空中現象 UAP， 但未被識別純粹代表數據不足或者現有科學解釋唔到，並唔等同有外星生物或者外星科技嘅鐵證。所以保持理性，回歸經文嘅歷史同神學本意，先至係我哋應該面對呢類聖經同 UFO 嘅話題嗰陣最穩妥而且最得體嘅態度。